满荣耀，主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从今世到永远，天使天军山中儿女降服你面前，举手敬拜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敬拜，如馨香之境，到你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敬畏你，唯独将荣耀归于你。我们敬拜，我们高举，愿你国度荣耀降临。主啊，我们敬畏你，唯独将荣耀归于你。你的圣殿充满荣耀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在线上共读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128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主题是敬畏上主，遵行他命令。诗篇128篇是127篇的延续篇，我们要分2段来看。首先来看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供你食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第1节以有福作为开始，神说，凡敬畏耶和华，遵行他道的人，便为有福。因为人若敬畏神，就不必怕世界，怕环境。我们的福气乃是从敬畏耶和华，遵行他的道来的。我们若不敬畏神，就什么都怕，什么都担心。因为只要离开神的视线范围，得不到神的保护和祝福，我们就很容易走迷路。第2节告诉我们，劳碌工作得来的都是有果效的，但是前提是要按着神的法则来工作，才能享福。若是我们自己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劳碌得来的，就是枉然。当我们遵行他道去工作得来的，都是好的，即使有困难，也是好的。第3节，葡萄树代表丰富和喜乐。一棵葡萄树能生出无数的分支，蔓延出几百米，而每一枝都能生长出许多葡萄。这里将妻子比喻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不单是指在生养上，在经济、家庭，妻子都能成为好帮手。橄榄摘子是指老橄榄树根部周围发出的嫩芽，代表生命和盼望。
这里将儿女比喻为橄榄栽子，是新的，是充满活力、有成长力、有爆发力的。神建造的道路，一开始是建造一个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接着就借着这个人来建造家庭，结出果子。蒙福的家庭，就是我们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孩子，因着敬畏神而有生命力。当我们如此敬畏神，就会得到4样祝福。第一，劳碌得来的够用。第二，我们会享福，而且事事顺利。第三，得到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就是妻子。第四，得到许多橄榄栽子，就是儿女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第4节到第6节。第4节，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。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第4节再一次宣告，敬畏神的人就会得着工作和家庭的祝福。第5节说，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。锡安和耶路撒冷都代表神的权柄。第6节说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意思是神要我们3代同堂，一起享用神的恩典。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以色列代表神的国度，在旧约是指以色列人，在新约就是指教会。神是福气的本源，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。若是能得到神所赐下福气的关键，就是我们愿意投靠他、依赖他、认识他，并与他有良好的连结。若我们愿意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留给神，忠诚于主，坚持信仰原则，遵行主的道路，他必与我们同在，时刻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内心享有平安。求神的真光照耀我们，使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领受真理。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，仰望他的话语，等候他旨意的实现，就能领受他所赏赐永恒美好的福分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定义要赐福给我们，无论个人、家庭和全地，都要蒙受你的祝福。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敬畏你，能遵行你的道，成为蒙受祝福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